個政權唔會存在好耐嘅，因為今次伊朗人嗰種決心咧係要推翻呢個神棍政權，甚至乎佢哋對呢個叫做咧伊斯蘭教說不，燒清真寺已經有一個好大嘅象徵意義㗎啦，係嘛？燒得清真寺即係話俾你聽，我哋根本波斯人就唔係信你哋呢啲咁嘅教嘅，係嘛？你哋同我滾出伊朗嗱，所以咧佢哋冇辦法統治落去，即使你今次夾硬過一排。可能1個月2個月又再爆咗一次㗎啦，冇第二呢啲唔會平息嘅根本就好啦。咁當然啦，佢出動軍警，有射催淚彈啦，亦都有用鋼珠彈啦嚇，有啲示威者俾人打盲隻眼啦，亦都有永久傷殘啦，甚至乎直接打頭啦，係咪？好啦，當佢同時即係好似6.4天安門屠殺嘅時候，同時間咧亦都係要混淆視聽喎，係嘛？就話啦。我哋呢班人咧，即係呢啲係暴徒嚟嘅，我哋咧政府咧鎮壓佢哋係有理，呼籲人民咧要和平，扮晒和平啦，當然係咪？跟住咧就組織群眾係嘛，即係支持政府。